香港係一個現代化嘅國際大都會，要推動呢個城市嘅繁榮進步，可靠而高效率嘅能源供應係絕不可少。位於香港市區東北約50公里嘅大亞灣，設有廣東核電站同嶺澳核電站，一直為廣東同香港地區嘅市民以及各行各業提供源源不絕嘅電力。呢兩個核電站都係採用設計先進嘅壓水式反應堆嚟發電，並設有多重防護系統。日常嘅運作亦嚴格按照國際安全標準。而且核電站同香港市區嘅距離甚遠，所以因發生核事故而令香港受到嚴重影響嘅可能性極低。但係為咗防患於未然，香港特區政府早已準備咗一套考慮周詳嘅大亞灣應變計劃。輻射係肉眼睇唔見同感覺唔到嘅。為咗時刻掌握香港境內嘅輻射水平，特區政府各有關部門一直都利用先進儀器對境內嘅空氣、食水同食物進行經常性監測。萬一核電站發生嚴重核事故，而所有防護屏障都唔能夠控制放射性物質排放，嗰啲放射性物質會好似煙霧一樣隨風擴散，同喺空氣中迅速稀釋，部分亦都會沉降到地面。根據國際慣例同埋核電站嘅設計，由核電站伸延到5至20公里嘅範圍，係需要考慮採取全面嘅防護措施，防止公眾喺發生核意外嘅時候受到輻射嘅直接照射，或者吸入帶有放射性物質嘅空氣。香港特區政府為咗審慎起見，已經將全面防護措施嘅範圍設喺核電站20公里之內。呢啲區域包括遠離香港市區、位於大鵬灣嘅坪洲同埋附近海域。而喺核電站周圍20至100公里嘅範圍，亦需要採取食入防護措施，即係話要避免公眾進食或者飲用受污染嘅食物、食水或者牛奶。全港各區都包括喺食入防護措施範圍之內。大亞灣嘅核電站萬一發生輕微核事故，廣東省政府會通過一套完善嘅信息交換程序，馬上將情況通過香港天文台知會特區政府。保安局會按當時嘅情況啟動不同程度嘅大亞灣應變計劃。佢哋嘅緊急事故監察及支援中心會負責協調特區政府各部門嘅應變工作，並且同廣東省有關當局保持緊密聯繫，時刻留意核事故嘅最新發展。天文台會負責統籌應急輻射監測，佢哋嘅空中輻射監測系統可以迅速確定香港有冇受到放射性物質嘅污染，同埋受污染嘅範圍。此外，天文台亦都會聯同機電工程署同衛生署，根據核電站嘅最新資料同本港嘅輻射水平，一齊評價事故後果，並向保安局局長提供專業意見同建議應採取嘅防護措施。萬一核電站發生嚴重核事故，導致有輻射外泄嘅危險，特區政府更會喺有需要嘅時候，馬上疏散香港境內離核電站少於20公里嘅區域，即係位於大鵬灣嘅坪洲島上居民同埋遊客，並且通知所有船隻駛離附近海域。特區政府亦都會對來自內地嘅旅客同埋佢哋嘅行李進行輻射監測，並且喺有需要嘅時候清洗輻射污染。所有從內地輸入嘅牲畜、食品同埋貨物都要量度佢哋嘅輻射水平。自動嘅水質污染監測系統更會24小時不停監測從內地輸入嘅食水。全港批發同零售市場所出售嘅食物，特別係牛奶，都會接受嚴格監測，確保冇受到輻射污染。
政府新聞處會透過電視台、電台、報章同政府網站發佈消息，令市民迅速掌握核事故嘅最新發展。其他政府部門同埋機構亦都會針對情況執行具體任務，將核事故對香港市民造成嘅影響減至最低。雖然大亞灣嘅核電站遠離香港市區，但香港特區政府對一切監測同防護措施從來未敢鬆懈。各有關部門亦都早已互相協調，為萬一發生嘅核事故作好充分準備。只要香港市民喺一旦出現緊急情況時保持鎮靜，並且配合政府公佈嘅各項安排，我哋深信呢個計劃一定可以發揮最大功效，令全港市民安心享用核能發電帶嚟嘅繁榮同進步。